你講我煮第3集，最鴨舌。鴨舌解凍之後，過水洗一洗乾淨，倒咗啲污糟水之後，浸淡鹽水15分鐘，去一去啲雪味同埋啲腥味。浸完就倒走啲污糟水，將啲鴨舌攞去飛水，水滾之後煮3至5分鐘。話說尋日終於去咗睇《尋秦記》嗰套戲，喺我睇到 emo 仔喊緊嗰陣，隔籬個死肥婆竟然喺度講電話，佢不斷用 WhatsApp 約人哋一陣食飯。我已經啤咗佢幾次，但偏偏就鼓唔起勇氣去屌鳩佢，真心唔明呢啲人咩心態，搞到勁冇癮。啲鴨舌煮完之後，如果屋企有冰水就掉入去浸下啦，咁啲皮就會爽脆啲。嗰日見到而家最新嗰啲雪櫃，原來除咗獨立製冰格之外呢，仲可以出到蘇打水。可能第時啲雪櫃會有埋自動整雪糕功能咯。即係可能你就咁掉條蕉，跟住倒啲奶落去，佢就會出到一球球嘅香蕉雪糕俾你咯。之前有人 comment 叫我煮其他嘢食，但係每次拍親片都好多意外，一係就冇 roll 機，一係就拍得唔好，所以俾多啲時間我咯。傾住咁多先，下條片再講，拜拜。